嘉義縣的新港是國內這應菜的重要產區，這產量是佔全國的6成。頂一陣啊，因為這天氣燒熱，所以應菜的這量有較濟，價數也賣了真歹。所以公民呢來減少種作了後，煞無想到拄到連續幾若天攏是落大雨的天氣，結果即馬這應菜的價數1公斤已經起到125塊。溫室內底種的應菜，葉仔頂面都有出現一寡冷氣的狀況。農民講，溫室內底溫度上高，應菜較會有這款問題。像我的溫室的話，它是沒有流水口的，沒有流最高，然後它水的話是沒有辦法排掉，所以你灌溉下去的話，它的鹽分一樣都是在那邊循環。對，然後到天氣熱的時候就會有這個問題。農會表示，新港的應菜除了客座以外，大部分攏是農會運銷到果菜市場。進前天氣熱，應菜生了緊，量濟價小歹，所以農民減少來種。結果一禮拜外的大雨，互菜價佫起來。但是新港在地應菜會當收成的量甲狀況，煞無講介理想。未這大水來的時陣，因的菜價都無最好啊，就是菜價沒有那麼穩定那麼好。那又因為這次下大雨，這幾天這樣下來，災損的部分，這些空心菜啊，菜鱸也一定有影響。之前菜價便宜的時候，農民的話就是會種比較少，對啊，加上說你梅雨季來臨的時候量少，然後梅雨又下來，然後菜又被超市買走，自然而然那個到貨量就會比較少，所以價格整個就是像做溜滑梯這樣子往上飆上去。對，農民表示，應菜生長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，雨啊應菜若是拄到雨路上大，若生長會較慢，嘛較會有水傷的問題。溫室的應菜就是驚溫度相關的冷氣，溫5月節到單，應菜佇果菜市場的價數1公斤閣有100多塊左右，但是因為天氣較減靜的原因，看到即馬菜斤的價數嘛是種袂赴通賣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